记者综合报道。过去这婚姻馆是全台湾正罕见，路边停车唔免收停车钱的。不过这停车价却是长期去互占去。虽讲修法了后，目前斗六好买一寡路段，路边停车是已经爱收钱啊，而且是无开纸本的小单。不过安尼民众就惊讲会去立无条，所以讲这阵好买公所就答应讲会甲厂商协商来解决相关的问题。云林好买市区过去路边违规停车的乱象真多，为了要解决违规的问题，好买镇公所为今年5月试办伫咧新生路、中山路、甲文化路3个路段路边停车收费开电子小单，但陆续有民众反映，停车了后无法度随看停车钱有偌济，烦恼会闹交气。车号异常，好，确定。所以这个是无法缴费的。现在停了啊，多久以后才会显示在你的？通常都1个礼拜。哦，要1个礼拜后。对。有民众表示，伊用绑定 ETC 信用卡自动扣款，袂特别注意扣偌济钱。也毋过嘛有民众质疑，这个路段1点钟收20块，也毋过伊顶个月煞互收30块，单据顶悬嘛无写停车的时间，质疑可能互超收费用。而这部分我们公所都陆续都会有一些那个澄清电话进来啦。然后这部分的话，我们都会依个案就是去跟那个系统商做一个对接的动作，看是不是真的有超收的状况。如果有超收的状况，会依规定就是退回民众这样子。好买镇公所表示，最近确实有接到不少民众反映停车收费的问题，后续会照电子摄影机启动收费的时间为主，若有超收就会退款，卖甲厂商协调沟通，互民众要离场的时阵就会当随纳钱，互使用者更较利便，也避免有闹交的状况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